好了，乡亲朋友，今比较来同大家共下来关心到那个空天话题啊，是系双元气嘅问题哦，延伸众多素材，做下会有那个双元气嘅问题。不过呢，造成那个各界普遍啊双元气嘅问题，只冇听出系乜嘅原因啦，吼，是所有众多可能性做下会有更多两位啊，吼，我想啲乡亲朋友啊，你下听出讲啊，那个镜头啦、镜片啊、双元同嘅朋友一定到。因为你下看电脑嘅朋友吼，当然见看电脑嘅朋友当多。韩国呢，伊讲你个偷钱钱嘅有冇吼？见看手机嘅后咪当多啦，行路嘅时节，你可能係当多朋友你下到你个街路上全部做咧看到嘅，你行係實唔舒服哦，像講你到你個門診嘅時節，應該當然講係鏡頭啦。強勁啦吼，實在吼，雙元同動呢種幫到動很哦，因為鏡頭已經動到吼。好，前度啊用，尤其你也下吼，廠啊大家都會打電腦嘛，打電腦機打，你看那樣，尤其你如果很認真的看電腦來講吼，你也挑那什麼，不自覺的往前伸哦，那有的打電腦來講，你手啊要從啊卡起，卡呢手啊樣不停嘅一隻姿勢有冇啊樣？完全就是冇聽通呢，可能夾點鐘哦。係，你嘅鏡頭是會雙有樣，從家自家咪冇愛用片咯，你係鏡頭雙元同嘅問題哦，真件事係從頭到反手嚟吼，一是遲到咯，從你冇辦法解決嘅樣，假使你當你做到同做到本機合好到嘅冇，合拼波到嘅冇。哦，做得啦吼，我有建議是講吼，如果你從啊看電腦，長時間嘅人來講吼，因為你進那個頸頸後背嘅肌肉來講是會好輕。那我們會建議走一招動作，就是你做啲收下巴。下啱咁樣，下啱來講就咁樣揪後背。可是你的脊椎是冇挺痛，不是點頭，是下巴往後收。哦，是係，你嘅頸頸骨來講係同樣係切嘅哈。你個你下啱就咁樣往後收，咁樣先。對，如果說你有隻筆來講，你做得柄嘅下啱嘅地方，係邊柄嘅下啱，然後你是想講你下啱嘅攞嘢筆夾的。夾人哦，夾的。當然冇有的人想我這種雙下巴是夾黑的哈，那就是想象說你出力的方向就是想說要把那個夾起來樣。哦，咁樣嘅那個應講頸肩嘅後背嘅那個應講頸肩骨酸體嘅那個小肌肉，對，小肌肉是做得放鬆，不用下輕鬆，就唔係綁到安輕嘅意思。好，你係提着你好那個下巴收下巴，好咁樣做，好割下下來。哦，那我是講，像你打電腦來講，你要兩片鏡頭咪會動雙元。好，那我們就可以教另外一個拉筋的運動。係，你是係按一下畫面，看到你咯，嗬，你一動作看起來咪當簡單，不過我注意嘛，計咯。一般來講，你坐啊墊喺上面來講，你像你的手半點個椅座的地方，要半點的意思是說，你要讓你身體固定，讓身體冇聽痛，固定一張動作。好，然後這時候呢，你要賴你的頭拿吼，然後輕輕的往對側的地方賴。好，那身體冇痛，好，那往對側拿。係前手來講啦，你嘅頭拿是攞佢拉到前手嘅位數，係，好，前片嘅位數。假使係做片我來做嘅時間，你嘅頭拿都係攞佢拉到人哋嘅攞到呢個做片咁樣去，錯嗎？如果你走熟半點，走熟半點呢，你緊熟了半頭拿嘛，對，然後頭拿就往我們的右邊，右邊是前片嘛，哈，咁樣這個位數咁樣。好，是咁樣，結叫嘅時間，我每次結叫，從頭先講下啱咪數起來嘅時間。差不多你然後動作來講，維持大概5到10秒鐘，150到10秒鐘，150到10秒，然後你可以重複大概10下咁樣。所以你兩個動作係兩隻動作，好，兩隻動作。好，第一招是下啱嘅一個，你講數起來啊嘅頸肩也會嘅肌肉是咪本身變下強鬆到，是咪幫到安全？好，你咪係做失敗。對，你可以說每個動作停個大概5到10秒，然後重複大概10次。那其實動作停5到10秒鐘。做差唔多失敗，嗬，有提倡鄉親朋友提早動作，第一招動作就係頭先畫面學看到嘅，
俩动作咪强弱，嘿，没强弱吼。那其实走牙这个动作来讲，你也数唔会麻麻，唔会比安对。那如果说你赖的时候可能更麻，或者是会动痛，嘿，哦，那这时候你就要莫走了，就莫走嘞，停下来，嘿，你走了去医院，哦，看嘿八大问题，可能就不是肌肉单纯的问题了。哦，安样hin吼，所以咩讲做动作是紧做落去哦，喊我看你做动作的时间吼，有嘛个问题吗？有问题是给它停下来，吼，也系对大家针对讲大天咯，吼，韩国呢，你当你安样镜头啦，将近也会被身认同的朋友安来做的动作，吼，来提供本大家。我撒下来哦，我想来讲的是动作朋友啊，吼，您讲到有的面试是这样，您讲嘅嘛有时间系嘛，吼，大家镜头问题也系数嘅问题去欠过，吼，动作嘅朋友会有安样嘅种问题，你上来机系嘛个演员演戏嘅，有嘛个福建嘅动作方法嘅好嘅方法提供本大家。数 cam 起来原因有动作中哈，从刚刚老师讲一个五十肩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哈。那这个是关节囊造成的，关节哈，它可能发炎哈，然后造成你的数是变成说，cam 的起啊，模式扭啊咪扭唔到啊，有动作人系安样，都。数的偏到该背脑咪偏唔够去啊，嘿，该是。那其实如果是50肩的问题来讲，你只不过卡走在走像爬墙壁的运动，爬墙壁手慢慢的这样往上爬。好，这时候往上爬，你也是一样，停个5秒或10秒这样子，然后重复大概10次。不过还是要剩一眼，看黑妹真的是50肩，但是妹50肩，你要用紧走是完全没好搞嘞。对，因为又对我来说你。不是50肩，你有可能是说那个就是那个夹脊症候群，也是说你也腱挑牙片嘛哈。那我们这边有滑囊，像比如说那个投手，棒球的投手，一敲嘛得 Q 啊，然后 Q 了之后牙滑囊就泛染了。那泛染之后，那我们的韧带就一直磨损，一直磨损。记得认同伤害嘞。对，那一直其实你平常走谁没磨啦？哈，就妈妈只不卡从啊会出垢的地方啊，你数没从啊要出来出去，来说也有可能会造成那个发炎啊，跟你数是会卡起来。那如果这时候你在做爬起来动作，应该脚都是会动痛。那这时候你就要去处理那个发炎的问题。发炎的问题先处理好了，长来做那个动作，好。所以从你时间讲，动作用办来做还多好。一般来讲如果是像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旋转肌肌腱炎来讲，那这个也是很常发生在棒球选手的身上。那这个时候因此走几个运动比如说你走的赖，好，你还你看，对，比如说你要数放用慢走，比如说数顺切，然后我们按在的手掌的位置然后慢慢的按用你拉，好，这个呢一样停个5秒钟到10秒钟，然后再放松。好，然后重复个10次这样子。通常做有失败的哈，有效度好，係咪有效果啦？哈，假使嗌好認真都嗌做20次做得嗎？20次也可以，是还是一样。如果基本10次，对10次。可是如果说你越做越痛的话，就不建议了。好，而家講提一張動作啦，哈，好，韓國有其他嘅動作嗎？另外來講我們也可以看到，M 做在。如果说你这後面的肌肉比較緊來講我們也可以把手像圖一樣，把它放到後面，然後慢慢的按用力來，慢慢按用力來強讓一個動作維持5到10秒鐘過後呢重複失敗你頭先看到係頭前，你一看到係對後背按看過來，向小朋友應該會嚇清楚到啦你一動作是那個固定按用就係5到10秒鐘重複失敗而家是仍然做對講照順做，不是頭做也係講你要做3擺沒做得，好你講分3擺就已經復健3次，但是最基本的做有10擺也是講到你都我講受欠過嘅朋友也是做得先建議按用來做，個還係體強太假你個假使有倆的問題去日然本你個治療師先來看下對，檢查過後確定係你張眼睛你到倆個動作過後就轉去我下講從來按用做為下
好到的吼，也是讲今日教大家了解几只动作。讲到了位哦，你冲突讲时差嘅朋友啊吼，你到台北當然會衝突會時差啊，假使講上班下年節嘅時節，個時差就當定影響嚟咯吼，有時節你有乜嘅確認你嘅見過嘅方法嘛？一般來講，快叉吼，快叉外線就是姿勢要先正確啦。姿勢要正確，對，快叉的姿勢。那就按你長途開車來說，你背儂，好，可以放一個小枕，繞過嘅位哈，繞過嘅位做得不用再我細細嘅我枕頭，唔係長太長啦，唔係長太長，是細細嘅枕頭，你不用拿來背儂，該繞過該，讓你開車的時候可以繞過有一個支撐，這樣唔是講吼，你開車開了8個小時，你就按用蹬，按用嘅那個兩骨啦，吼，都係說。你時間佢壓力都有8點鐘的時間了，對，然後你肌肉要一直收縮，所以你快到高雄的時候，你就發現哦，會心酸冤痛嘞。對，所以這個時候你可以，如果你有衝突快叉了，或長程會塞車，你就不用一隻枕頭就繞過街。那人外來講吼，我們會建議是講你，像我們的座椅，我們駕駛的座椅莫調後背。有當因為佢推下後背，腳一寸就當頭天氣，放到當窗。還有咪唔好吼，因為個開久咧，你嘅腳是會酸，所以係要調整到你自己最適合嘅了解，講到範圖吼，腳度吼，用調得到嘅入門探個恰當。對，那我會建議是講，你快叉以前吼，你走在讓你嘅腳就是那個剎車踩到底，然後踩到底之後，你嘅腳唔係順切的，是稍微還有一點彎彎的。哦，你的膝條還是有一點彎彎的哈，這時候你踩下去的話，那這樣的那個你把你的椅子調到按用你的距離，按用很多好的。對，莫調次來講後，你整路開下來，你的腳會摔。所以 Andy 係以了解講到剎車恰當為主，唔係入門啦，哈，唔係入門我難度大啦。因為你有快叉1000，你可以先測一下，那你就踩剎車試試看。所以也是要提倡你嘅鄉親朋友啊，嗬，你講教導安多嘅同道，韓國對了解時差嘅朋友，你咪要照顧到啊，嗬，了解我調了解恰當嘅時間，嗬，腳唔係切嘅，我要到彎彎，嗬，一假是講你講入門來講，當然唔係講做半調到大啦，或者時差嗬，你速度之間咪要控制好來，嗬，你嘅今日也節目內容啦，鄉親朋友咧講到係雙人同嘅了解啊，首先原因韓國你治療復健嘅安多嘅方法，鄉親朋友要學清楚麼？嗬，韓國咧我希望祝福我，今日咧都以現場來到大家講到安多希望，希望大家。好啦，你講你係聊聊嘅時節咯，成日咧你阿朋友都冇下，也愛咪冇慳從一個揭露嘅人啊。雖然講我照顧，講冇慳唔過照顧好身體，按用信任去就唔會來參與咯，嗬。好啦，你強養家下去來傳染下你嘅健康，到時愛聽到你線上強下來好好做認同，希望大家。